小 S 最近啊，咧录101大楼跨年的广告，但是录音录到一半，原地咧笑啊，雄雄啊手刷来切目屎，伊录音啊录到咧哭，因为伊想到因的姐姐大 S 啊。这次2026年的跨年宴会啊，伊的董事长贾永杰就公布啊，使用的是意大利的减烟烟火，也就是讲啊，今年跨年宴会大家日头看，袂去看到烟蓬蓬啊啦。 每年都穿着睡衣和家人一起倒数10月。话讲到一半，所录袂落，讲话拢爱记5年的艺人小 S，雄雄情绪起来，忍袂住煞后甜。贾文杰，你给我写这种台词。原来是和好朋友贾永杰邀请替台北101的周年影片献声，不过录音到一半，讲到厝内人想到阿姊大 S 当场流目屎，和贾永杰看了是真唔甘。 我们两个在录音室哭爆了，崩溃到他是握着他的拳头，然后就是很用力的把每一个字讲出来。让人感动的口碑，就是为着今年101的跨年活动，迎接2026让人期待的宴会。同款是长360秒，头一届采用意大利假烟的宴会，希望会当卖互烟来影响观赏。贾永杰阁提醒，一定要徛伫咧上好的位来看。因为风向的关系，所以我们在设计主视觉的时候呢，就是会强调在北面跟东面可以来观赏。真的很希望老天爷可以给我们一个好天气。 参照台北101的北边彩虹和平公园，也是较远的内湖碧山岩、剑南山，这地点拢袂歹。另外，信义区的象山、虎山，佮有南港山的青山步道，因为伫咧宴会当边算是风头，相对角度佫较好。当然，除了台北101以外，南台湾的宴会嘛毋输阵。 高雄意大世界下一届榜当999秒的跨年宴会，全台头一个蓝色流星雨要打造惊动观众看会响应。2025就要结束啊，各地拢要放美丽宴会，嘛互国人真期待迎接新的一年。你好，我是宋彦明，想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紧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